有請我哋第二季第一個挑戰者程輝。總台主嘅第二季第一戰咧，就對正咗係林思齊嘅師傅啊！哇，真係可算係天意啊！但係我哋講翻阿程輝先，程輝88年嘅時候咧，就喺香港啊，連續2年攞咗西洋拳嘅金腰帶，講到出賽嘅經驗啊，絕對係豐富嘅。阿妹啊，你講緊88年喎，你估紅酒年份啊？88年對於一個拳手嚟講咧，體能同埋年紀啊，先係佢最大嘅敵人。好啊，我哋又睇下師傅可唔可以幫徒弟一雪前恥啊！快啲出嚟啦！搞乜鬼啊你？喂，你條仔出嚟啦！師傅即係老師傅啊！佢其實咧有試緊李子天嘅拳草。嗱，以上路嚟睇咧，程輝係有優勢嘅，即係但係你睇下李子天，佢體格太強，擊中佢咧好似冇乜影響咁喎。似乎佔盡上風喎，程輝捱唔捱到咧？好難講啊！台主咧不停消耗緊佢嘅體力，喺戰略上一定係咁打，唔會俾機會佢。程輝今次真係有運啊！佢差啲同佢徒弟同一命運啊！嗱，下一 round 咧，佢仲有冇命運之神眷顧咧？真係好難講。得唔得？掂唔掂？掂。小心啲啊！全靠佢之前坐嗰個馬，所以先有足夠時間咧，俾佢諗點樣破解李子天嗰個倒頭裝。
佢點轉身打呢一錘咧？咩叫一拳定江山啊？精彩，絕對係一場精彩嘅賽事。一個48歲嘅拳手啊，可以打低我哋嘅總台主，絕對係可以證明意志係所有比賽嘅制勝之道。同意啊！